話說武林盟主大哥成因年老體弱多病，於是召集各門各派，重新選一位接管九龍神棍嘅新盟主。正所謂神棍一出，號令天下，莫敢不從。講到當今世上最有能力嘅就只有兩大幫派，一個就係白虎堂堂主唐伯虎，而另外一邊青龍幫幫主龍幫清。於是兩大幫派分別派出高手之中嘅高手，相約喺觀塘鴻圖工業大廈天台決一死戰，爭奪九龍神棍啊！其實大哥成最終嘅目的都係要剷除呢兩幫嘅人啫，特登借啲意搞到佢哋互相殘殺，然後獨享漁人之利。